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新北市一間私立的幼稚園，有一個小女童的父母來指控，講園長佇個全班同學的面頭前，真粗殘，把查囝的衫褲脫掉。查囝佇個滾涼的過程中，腳只偏受傷了。新北市教育局已經介入調查。他先搖頭，我才開始生氣，他就搖頭不承認。女童徛佇園長的頭前，規個人膽膽。因為伊拄才生水，無細之間噴淡去，想袂到。我這時候我就開始火大，因為摸起來很濕。我就說：“那你褲子跟他交換。”大膽甲女童揪去壁邊，再個當眾人的面甲燙衫。聽起來，園長並無認為家己有啥物唔對。看你連上衣都把它拉掉了呢。這麼誇張嗎？燙衫員互燙衫燙褲，擱佇塗骹互拖咧行，這叫家長是要安怎接受？本地倆真是送囡仔上課，想袂到煞變作囡仔惡棒。孩子就是我們懷胎10個月生下來的，他這樣子當眾大叫，我講句難聽一點，全部的人看到他像在看動物一樣。其實我當下看到監視器的時候，我完全是緊張到發抖，他都是黏着我。我只要去上班，他都會說：“媽媽，你不要去上班。”想起着寶貝早囝的遭遇，有夠唔甘。代志就發生佇初二中晝的食飯時間，新北市板橋一間私立的幼稚園，女童洗手耍水，無細節甲男同學噴淡去。園長知影，竟然當眾人的面甲燙衫燙褲，佮甲伊拖佇塗骹咧行，害伊身軀頂真濟擦傷。經查，該幼兒園長確有不當對待幼生行為。第一時間已停職，並啟動全面調查。園方違規部分也已裁罰12萬元，並公告名稱。根據了解，受害囡仔唔係伊一個，這也唔是第一屆。這間幼稚園佇2023年，個別因為偽造文書，反對準公共幼稚園態度，如今各項壓出暴力管教。幼稚園佇這個進程無回應。本地是互囡仔安心受教育的環境，安尼管教方式叫家長是要安怎放心。Hello， 我是蔣欣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